第二天，我回到顾言的别墅收拾东西，门没锁，他没换密码，我的生日。愚蠢啊！我在衣帽间拿行李箱的时候，宋瑶进来了。她换了件浅色裙子，脸上还带着昨晚哭过的浮肿。姐姐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我没理她，继续叠衣服。傅西周是傅氏集团的独子，你怎么认识他的？与你无关。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？他不过是在羞辱顾家。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，直起身看他。宋瑶，你肚子里有顾言的孩子，你还来管我睡在谁家？他的脸抽了一下。顾言不会娶你的，他要的是宋家的钱，不是你。你胡说！那你看好，1周之内他会不会提亲？我拖着行李箱往外走，经过他身边时，他伸手拉住我的胳膊，指甲掐进肉里。